美伊停火瀕臨破裂，美軍再度空襲伊朗，油價暴升4%，黃金下探$4480，係2次探底定係繼續深跌？各位朋友，歡迎嚟到極致快訊，我係 Minnie， 嚟睇睇琴晚到今朝嘅關鍵動態。先睇睇國際要聞，美伊停火協議瀕臨破裂。伊朗外交部26號指責美國對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目標實施咗打擊，公然違反咗已維持近7年嘅停火協議，並表示將作出回應。伊朗革命衛隊稱已鎖定並擊落一架美軍 MQ9 無人機，美國辯稱打擊目標包括導彈發射場同埋試圖佈設水雷嘅船隻，完全嘅行為係屬於防禦性，並不意味停火結束。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表示，達成協議嘅措辭談判仲需要幾日嘅時間，並強硬表態霍爾木茲海峽無論如何都必須開放。消息人士稱，解凍伊朗約240億美元被凍結海外資金，係敲定諒解備忘錄最後重大嘅障礙。伊朗議會國家安全同埋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阿齊茨表示，即使達成協議，都唔意味衝突結束。美國人太習慣撕毀協議。黎巴嫩方面，以軍已經超過4個月停火協議規定嘅黃線，向黎巴嫩境內更深區域展開咗地面行動。聯合國糧農組織警告，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問題正對全球農業糧食體系造成系統性衝擊。如果唔及時行動，未來數年世界或者會面臨嚴重糧食安全危機。此外，美聯儲年內加息概率為50.5%，6月維持利率不變嘅概率係99.2%。美光科技收漲19%，總市值首次突破萬億美元大關。瑞銀將其目標價535美元大幅上調至1625美元。據 CNBC 報道，馬斯克同埋同事討論將 Tesla 同埋 SpaceX 合併嘅可能性。油價大幅上漲 ，WTI 原油最終收漲3.3%，報96.259美元一桶；布倫特原油收漲3.41%，報99.557美元一桶。美軍對伊朗發動咗新嘅一輪空襲，打擊咗市場對短期內停火嘅樂觀預期，地緣風險溢價再度回升。貴金屬承壓走低，現貨黃金震盪下行，最終收跌1.36%，報4507.5毫6美元一盎司。現貨白銀最終收跌1.41%，報76.9毫2美元一盎司。中東緊張局勢重現咗通脹嘅擔憂，加息預期升溫疊加美元走強，共同壓制咗金銀表現。總結一下，美伊互相斥對方違反咗停火，美軍空襲伊朗，油價暴漲近4%，黃金下探後小幅回升。美聯儲年內加息概率係50.5%。各位朋友，美伊協議又傳了，黃金2次探底係見底信號定係下跌中計？歡迎嚟到評論區留言，記得點讚同關注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